大家好，今次我哋教大家點樣用手機應用程式報名活動，步驟簡單，大家可以一齊跟住做。首先喺手機應用程式入邊開啟電子社員證，然後揀活動報名圖示，揀返你想參加嘅活動。首先你會睇到活動嘅詳情，之後請輸入負責社員嘅資料，再撳增加，填寫參加者資料同費用。請留意，即使只有你自己一個參加，都要填寫你嘅資料。如果有多位參加者，就重複增加同確定嘅步驟。跟住輸入參加活動嘅社員及非社員數量，系統會自動幫你計算總額。之後揀付款方式，喺適當方格打剔號。如果用股金付款，要填上應繳金額；如果用入數紙或者轉數快，就要填參考編號並上載付款證明。如果活動有值券，就喺領券方式度撳增加，揀返你想要嘅領券方法。最後請細心閱讀聲明，打剔後撳提交。咁就完成報名啦。報名完成之後，可以喺應用程式入邊查看活動記錄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你隨時致電處舍，查詢熱線27863888。